两位主持人喝几罐好，了？一罐都还没喝完的，我等好久哦。没有，嗨，但是很开心，因为我听到好多我们的主语歌曲，然后觉得啊太感动了。对，好，那我这边要介绍一下韦木瑞老师，因为呢，我们在去年就是音乐节的时候才认识，然后有几次机会我可以跟他聊天，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也是正在学习母语的人。啊，没错没错，我是一边学，然后一边创作，然后然后一其实边拿奖。那个真的只是运气好，因为我就是一个素人，我是一个原本就是一个上班族，然后职业妇女这样，就因为兴趣，然后写歌，然后跟朋友一起创作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没有断掉过，就是持续下去。因为这个东西我很喜欢，然后即使我是在工作，即使我当了妈妈，然后我每天都很忙，但是当小孩子睡着了、下班了，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是还是继续创作，那就是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把它放掉。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做到刚好运气很好，拿一个奖这样。那也是蛮厉害的。也没有，就是那一年刚好没有人报名，没有啦。老师很谦虚耶。只有我一个人报名，那就是没办法了。而且贝露莎，我要跟你讲，就是我们杨默老师呢，他的音乐，他就会用了很多的传统乐器以外，他也会结合流行的编曲，所以呢，不管你这是懂不懂，你都能够很喜欢，真的，我自己也非常爱。我听过老师的音乐，老师的音乐就是蛮朗朗上口的，然后都是听了就是心情非常愉悦，感觉就是要开个车，然后看海边，或者是在大草原上奔跑的那种感觉。对，其实这个我做的东西都是很简单，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旋律，然后句子也都很简单。那为什么会让你们觉得可能有这么多元的感觉？那个都要谢谢整个团队啦，因为其实音乐创作真的不是一个人，就是它是一个 team，整个团队包含编曲者，然后每一个负责每个乐器的老师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大家整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还蛮厉害的作品。那其实我今天带来2首歌，我知道时间有点 delay，所以我2首都还是要唱。对，要唱，然后一定要。然后就是有请那个吉他老师，就是我现在的音乐制作人，他帮我稍微弹一下。那我想我们就先来唱歌好了。好的。好，那就欢迎老师。好，第一首歌《我的梦》。抱歉，我调一下他的麦克风。Aku terus pimaku Kisimu sepakuas Akimamu Vaku Kimbai tunuh nakai daya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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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eran muda Seluruh kalinya Rasu simu Maju terus timaku Timaku Sepi Sepi maku Sepi maku Sepi Sepi maku 谢谢，这首叫做《Speak 马顾》，叫做我的梦。去年在我们的太阳音乐节上面唱的。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最近新的创作，还从来没有发表过，今天是第一次。啊，这首歌叫做
瓦力，来听看看喽。Wahiga ajoh tekuji sakaraga unya dengan semenuhnya Wahiga hiwai makarau sepuluh rejana raya yang ilunya bertelaukan Wahiga ya wahi makarau Wahiga ya wahi mata kuji anaga tiak kapayu nakujauka ianya timba scuba vào cingwanan makarau mata kuji kawahi谢谢。好，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制作人白董老师，他要先休息一下，因为他前2天刚打完 AZ 疫苗，需要休息。哇，谢谢白董，凹过来伴奏的，真的是很抱歉 ，Thank you。好了，谢谢白董老师。好，谢谢。哇，我们是不是快没时间了？没关系，我们就是会访问您，不用太紧张，因为我发现你唱歌，那个老师你整个非常的投入，就是你有种回转像小孩的感觉，你唱歌会这样，就是这真是沉浸在你的音乐里面的，而且是你自己写的歌，我觉得对。刚刚那个瓦意是太阳的意思吗？瓦意是藤蔓的种类，藤蔓有各式各样的藤蔓，瓦意就是在讲野藤。然后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就是有一天我的族语老师，说到这里，我之所以创作可以一直不断的写，都要谢谢我的所有的族语老师，因为一开始呢，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是跟妈妈一起，然后没有去上过课，没有学过书写，所以在第一张专辑可能有一些笔误，然后在发音上都不是这么的到位。然后后来因为真的自己很喜欢我们泰雅族的文化，就开始去学。那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创作，然后让自己进步。那遇到了非常多的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指导，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可以自己完整的写完一篇歌词，然后让他们去看，看完之后告诉我说哪里用词不当，哪里需要修改，然后到我们可以用非常一个严谨的态度，把这个整个歌词是校正完毕才去做发行。所以就是感谢我的所有老师，我的阿棒老师，然后我的吴亚老师，还有我的吴爸老师，我就是很感谢他们。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泰雅族的朋友。好，讲完了，我要讲瓦希哦。废话很多。感谢你的得奖感言，这样子又领奖了，这样又领奖了，这样。不是，因为我是要感谢他们在我的创作上给我很大的帮助跟支持。因为有时候我其实写的并不是非常好，他们会给予指导，然后就是会鼓励，就说你就继续写，你就是一天一天慢慢进步，这样就好。那就好。瓦希呢，就是刚刚其中一位阿棒老师，他是一个蛮推动族语文化的人。然后呢，他有一个学生，就是有一天他在办一个女性的展览，然后呢，他就希望每一个女生可以帮他一个忙，幻想一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植物，然后把它说出来。比如说玫瑰花，比如说阿莎好了，你就帮他录一段，阿莎是玫瑰，玫瑰是阿莎这样子。那我就想了很久，我像什么？我就想，我很像那个在山上啊路边爬的那个藤蔓，到处都看得到。然后我就想，好啊，那我就像藤蔓，就摇外个瓦希个摇外录给他。突然觉得鸡皮疙瘩起来了，好酷啊，好浪漫哦！它可以写成一首歌，所以就是刚刚那个瓦希。那
我就用亚外跟瓦希副歌的时候你有听到，然后瓦希跟亚外马嘎绕马嘎绕如马嘎绕就是爬呀爬呀，哦，然后马的古吉如马的古吉卷啊卷，因为它要去卷树枝啊，卷石头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就像野藤一样，我想要去看我没有看过的山，然后去爬到我没有看过的世界。所以我说我像野藤就是这样，然后瓦蒂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哦，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那个画面，对，好像是因为你在录影的关系，对不对，老师？好像您不见了。好来的，对，我用相机它走20分钟，好，所以我们已经20分钟了。下面一位，对，而且最后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有一题我一定要问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榜样，就是你也告诉我们说，这是学语言的过程中，其实你不是一直都很顺，你也是有挫折过。那我想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沉醉在这泰雅的文化里面？你会一直去挖，一直去挖，这样？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像前面战威跟小雨他们一样，我是参加台湾原创音乐大奖。那时候只是单纯的觉得，哇，奖金那么高，很好。我那时候刚来乐团，从来就没有做过族语歌，我就想说，好，来做一首看看。那时候已经，我那时候蛮早，大概应该有8、9年前的，然后就做了一首歌，但是没有入围。没有入围之后，但是因为我开始创作，我才发觉说，哎，我们泰雅的发音怎么会这么美？然后很多小时候记忆曾经听过的语言，因为我开始创作，开始去跟妈妈聊天，那个回忆一直回来，就觉得，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继续写，虽然没有入围，于是我就继续写，每一年都继续丢，有时候有入围，有时候没有入围，但是我觉得没有入围的时候，它反而是一个动力，就是好啊，那我明年再丢一次嘛，了不起哦。然后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一直做了，越挫越勇。对，大概7、8首歌之后，跟我一起合作的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叫高潮，他就说：“姚外，你其实你的对，你歌词阿美族的高潮，他就说，那我们专辑其实可以把它做起来，因为其实累积了这么多首，所以才会有我们的第一张专辑。然后在这过程中，是妈妈非常不认同，她说你干嘛要学我们的话？没有人听得懂，因为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以前会被歧视的那个时代。然后一直到其实作品出来之后，他还蛮认同的，慢慢的啦。然后他看到我有继续在学族语，不是说只是随便想要做1、2首歌，然后再消费泰雅文化。他一开始觉得我可能是那样子。但是没想到说一直到现在并没有停止过，所以变成他就是每天会跟我沟通用族语，然后让我练习说族语这样子。然后这个也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因为不管多少人给你多大的认同，家人给你的认同是最大的力量。了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废话太多了，拜拜。不会，最近还有什么活动？我们在哪里可以 follow 你，老师？可以在我的那个 FB 粉专亚维莫瑞，然后亚外毛印，然后 IG 也是亚外毛印，然后我有 YouTube 频道，但是没什么人订阅，大家订阅起来哟，赶快去按亚外毛印，然后爱心木瓜啦。我快速 ，OK， 好，哇，马斯卡亚达啦，马斯卡来的，哟，接下来哇，奥斯汀，哇，很快的时间来到了尾声，然后呢，接下来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我们来听。